最近好像有些问题，到底是谁的关系？想要找你问清楚。这一段感情，我投入很深，你竟然如此对待我。难道你都不感觉亏欠？你有苦衷可以讲，你不要逃避。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吗？所以我要来还你。不然你为何挑上我？你为何要来玩弄我？你这个无情的人，你讲话，你讲啊，你讲啊。事情走到今天，这不是我想要的，我不要，我不甘愿。我们的过去就当作是一场噩梦，我要醒来，我要醒来。要醒感情，我投入很深，你竟然如此对待我。难道你都不感觉亏欠？你有苦衷可以讲，你不要逃避。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吗？所以我要来还你。不然你为何挑上我？你为何要来玩弄我？